请问您是靠什么吃饭的？靠打。打什么呀？一个人的时候打瓦，人多的时候打马，马里奥开车。请问您是靠什么吃饭的呀？我靠墙吃饭，有人也靠树。您指什么吃饭？我只吃饭。您靠什么养活自己？我靠我奶奶退休金啊。那您奶奶乐意吗？失能老人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？请问您是靠什么吃饭的？靠我，跳什么舞？小胡子舞。请问您是靠什么吃饭的呀？采访你呢，哎，问你靠什么吃饭？心情不好，这次没进决赛啊。为什么没进决赛啊？问你呢，为什么没进决赛？没发挥好呗。为什么没发挥好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说为什么没发挥好？对手发挥好呗。你是不是老想着打游戏，结果发挥不好啊？我就应该睡觉都想着打游戏啊。你看，老想玩哪行？玩物丧志。我就是靠练劲吃饭的。我是靠靜電吃飯的。可以接駁磁點機，3年免費保養，表現更加出色。任天堂豪白機第2代。